觉得我们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很开心的啊。咱们两个借着琴探，非常有福气。你看这么多老师都关心着我们这个戏，非常幸福的一个戏。那我觉得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有这么快乐，我相信观众看到我们的演出也会很快乐。酒醉误入杏花村，浪起竹马寻梦来，春心竟有满枝头，不见到